写予学生朋友的代志44，黄昏美梦，等雷。咱人逐暝做梦，毋过较像是真成就袂记哩了了。最近一个梦，真成了梦里的代志，对话紧致，前前后后，清清楚楚，实实在在。袂输是拄则为迄个现实的世界转来即个现实，毋是做梦。我行来到一丛大树骹，大根树尾下面吊一幅图，差不多普通的电视遐大面，彩色粉笔画，真水高真熟悉。甲看，原来是台湾南部迄个草地小所在满豆的景致。我的故乡的田园，热人的黄昏，一大片金色的稻仔，远远一撮糖厂的小火车在走，一节一节。甘蔗吞甜甜，详细甲看，上下面角角啊一撮幼字，母母读无，可能是即张图的名，或者画的人名，看起来真像我的朋友林心智先生的形体。愈看愈爱，遮尔温暖亲切，心内想，即张图若是我的，逐日陪我做伴，敢毋是真好？拄好一个查甫人行我来，30桶火，做工人迄款。伊讲即幅图是咱满豆一个画家，专工画互咱满豆一个台独运动的先辈。伊比大树搁过去迄间大厝，3层楼，绿色的厝壳，讲即幅图本来是即间美术博物馆的，即马是我的。我看迄间大楼，就是我以前伫加拿大住的厝。哪会变做美术博物馆？伊讲即张图伊要卖，开价美金42000块。可惜卖付甲买就真成啊！醒起来透早3点30分，一时煞袂晓分，枵伫梦里，也是转来伫另外一个现实。伫我人生的黄昏，真福气梦即个梦。我的两个故乡，台湾甲加拿大。梦做一回，看到即幅水图，永远记伫头壳内，敢是为另外一个平行的宇宙送来的信号，或者是亲像阮满豆的乡亲文夏先生唱的歌《黄昏的故乡》在叫我咧。